Leica 新品呢兩個色喺日本搶到要食炒價，我明㗎，因為佢兩個係全部顏色裏面明度最高，即係最淡最淺嘅顏色，所以呢兩個顏色睇落勁寒，係901係最淺嘅。Leica 呢個係你個 texture 係超厚，所以唔建議搽咁滿，因為會好實色，我覺得唔靚。但係搽咁多就已經夠啦。而家我薄薄地搽一浸已經遮咗我差唔多8至9成嘅暗沉唇色，仲剩翻好少啫。個嘴咧都唔算太黏嘅，搽埋個透明 lip gloss。支唇素係有少少染到唇膏嘅顏色，透明 lip gloss 都係一樣，唔使搽太多，因為太多都會流出唇邊。我覺得佢有少少直線，但係要好近睇先睇到嘅。而家就咁睇，個唇色都靚。呢個顏色我本身有啲驚太熒光，但係你薄搽嘅話，再搽埋透明 lip gloss 咧就冇咗呢個問題。甩色測試真係冇通過，我覺得901、902係可以疊加嘅，因為一淺一深就可以做到層次立體感。我係直接喺透明 lip gloss 上面再疊加。夠啦，個色開始太濃啦。呢個都好靚啊，呢個再襯我個膚色多啲，因為佢係 warm tone 啲，係元氣女孩嘅感覺。佢個嘴晶瑩剔透都好靚。902 warm tone 呢個大部分 warm tone 嘅人都啱噶。呢個顏色薄搽係 My Lips But Better， 啲顏色一多就會有條實線，所以我覺得好容易顯露，一定要推薄佢。好奇睇下，如果唔搽透明 lip gloss，佢嘅甩色程度唔多噶。902單搽都靚，佢冇熒光感。warm tone 嘅人試佢。截圖時間一如以往附上全系列顏色嘅 color chart，大家可以跟翻自己嘅 personal color 個人色彩揀翻啱自己嘅色號。